工作後回到家，若發現異味，不僅影響心情，還可能影響休息。以下是8個常見異味來源及其處理方法。1. 鞋櫃異味原因：汗水和濕氣滋生細菌。處理方法：使用透氣鞋櫃，清潔鞋櫃並放置活性炭除味劑。鞋子需在通風處晾乾後再放入。2. 地氈異味原因：食物殘渣或寵物尿液。處理方法：吸塵機清理殘渣，用清潔劑清洗污漬，最後用醋水進一步清理。3. 雪櫃異味原因：腐爛食物和殘渣。處理方法：定期檢查和清潔，並使用咖啡渣或檸檬去味。4. 垃圾桶異味原因：腐壞垃圾。處理方法：使用垃圾袋並定期清理，使用有蓋垃圾桶。5. 微波爐和焗爐異味原因：燒焦食物殘渣。處理方法：用水和梳打粉加熱後清潔。6. 衣物和毛巾異味原因：人體分泌物。處理方法：及時清洗並徹底晾乾。7. 洗衣機異味原因：濕氣導致細菌。處理方法：定期清洗洗衣桶，保持通風。8. 去水口異味原因：食物殘渣和油脂積聚。處理方法：定期清理排水管及使用熱水洗。透過以上方法，能有效去除家中異味，提升居住環境質量。生活小百科由浩豐集團浩豐地產提供。